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会使讲是这2天发生了一件代志，拢牵烧我。第一是马前总统要去到中国来访问，而且今仔日就在小等会落地在上海。另外一方面，昨啊，咱将伊甲洪都拉斯来分手了。那么讲到洪都拉斯这个外交，国际交往第一讲就是讲利益。洪都拉斯是两边划价，说服中国来两边搁加钱反赔做伊去。那么过去呢，有外路外交、物质外交、大实外交，试了真侪年，那么嘛无真正的大胜利，所以双重定阵。承认敢有可能是好时机吗？今仔日来好好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中央研究院奥美所研究员连正义连老师，大家平安。那么第二位是咱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副教授兼主任。郑钦模郑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贾志团贾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呢是较特别，也就是外国，也就是洪都拉斯咱的好朋友 Henry Rhodes 周伟成 Henry，How are you？ 是，那么小等呢咱会先请这个 Henry 呢，先来讲关于着洪都拉斯的种种吼，啊，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咱先来甲观众朋友来了解。那么头前呢，咱来先来看这个新闻段，台湾甲洪都拉斯呢来断交，那么国防部嘛调回派驻在当地的武官，洪都拉斯在台湾军校的39个学生全部拢倒去了。咱国在当地5个学生买回来在台湾，即届两国的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来表示讲，会开始认真考虑双重定承认，要甲任何想要甲台湾加强关系的国家，拢无排除。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嘛，今日咪强调，咱会甲理念相同的国际朋友做伙向前行。台湾甲洪都拉斯断交，国防部强调派驻防国武官已经完成返国人数派籍优先规划。另外，双方军训学员有44人，会依照往例处理。我们在台的，或者是在驻在国的，我们都会依照过去的往例来处理。近期就会有进一步的答案给大家。台洪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任何国家希望甲台湾强化关系，就算是非邦交国，也无排除任何状况。咱国外交政策敢是可能转向双重承认，也引起多方的讨论。我们都乐于接受。也会扬弃过去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外交策略，因为全世界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相对是多很多了哈，所以中国可能会要比较担心一点，这个球回到他那一边。随着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还有美中之间的关系啊，要做到所谓的双重承认是有它的困难度的，因为这涉及到2个中国的问题，以及一中一台的问题。区域和平跟民主价值是我们台湾所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那我们会跟国际上所有理念相同、价值相同的朋友们一起前进。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会甲理念同款的国际朋友同齐前进。江启臣也呼吁美国甲日本会当考虑甲台湾复交。另外，就伫台洪断交的时阵，国防部公布征集4架次强舰，伫台海4号位活动显示强军交代犹原无长。记者综合报道。是，咱首先呢就来线顶来关心着洪都拉斯的朋友伫台湾。尤其咱即摆线顶即个周先生周伟成伊也有一个汉字的名伊的即个英文名叫做 Henry 咱就叫伊 Henry Henry， how are you？
Doing good. What about you? Yeah，我首先呢爱用这个台语吼，甲问题，让观众朋友当然了解讲咱甲 Henry 要讲的这个问题吼。那所在 Henry 伊的老爸嘛是因洪都拉斯一个市的市长，而且嘛是自由党嘛执政党的一员吼。但是甚至因老爸也无赞成讲即摆的这个等高啦吼，所以我要甲请教吼。嗨 Henry， 你可以描述一下哈，你父亲他所属的政党，还有他自己的态度，对于这一次洪都拉斯跟台湾结束了外交关系，你有没有跟你的父亲谈过这件事情 Well, as long as Taiwan had relationship with Honduras, Taiwan helped a lot my country, and therefore that's why we are very thankful with Taiwan. We're incredibly thankful with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 do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terrible mistak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duras. But Taiwan government did help a lot Honduras. It can be with mask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even with vaccines, and even to renew hospitals or build hospitals in Honduras. 是，他之前所讲的是讲，伊认为讲吼，洪都拉斯在这阵时甲台湾断交吼，是真歹的这个结果吼。而且台湾在过去这个 COVID-19 的时间吼，帮助真济喙安也好其他医疗的这个帮助吼，拢真大吼。伊个人是感觉真遗憾啦吼。再来我要甲请教就是，这个周先生哈 ，Henry， 我要问你的是，你在台湾的这些洪都拉斯的朋友们，他们目前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我们刚刚知道的是他本来有军人身份的，已经都要回国了。那么没有军人身份的，纯粹是在台湾读书的，或者是工作的，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或者是什么想法跟你谈过？ Well, for the students, they don't like the decision. They think that it's a lot of students. They think it's a mistake. For people like me that we are already working, we also don't like the decis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aiwan is like our second home. Taiwan has helped Honduras in so many things, in education, even in their economy. So a lot of Hondurans, we think that it's not the correct decision and that Honduras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这个 Henry 他那时讲吼，因大部分的学生啦，还是啥物咧工作的人哦，其实拢无赞成即摆这个断交甚至讲伊也认为讲台湾其实对洪都拉斯的帮助是真大吼。再来我来追问一个问题哦，Henry， 你认为现在中国跟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中国对于洪都拉斯的帮助，因为据我所知，中国其实有承诺了60亿美金的帮助跟援助。你认为这个会实践吗？会达到他们的 promise 吗 I think that. What China said is not, well, China is not going to really do what they say they're going to do. We have a great example as Nicaragua, that China sai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nd at the end, China didn't help them. Again,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Like, if China's really said it's going to help, I hope that they do help, but I still believe in my thinking that it was the wrong decision. Now, from Honduran thinking, a lot of politicians and Honduran people think that it was the wrong decision,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mad or just not satisfied with that decision. OK，
这 Henry 的一再的强调讲，这是错误的决定哦，实在是真遗憾哦。啊，所以也讲，对过去哦，中国甲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经验来讲，伊真侪吼有讲啊无做的代志啊吼，所以伊嘛唔知影讲到底中国真正会对着洪都拉斯目前的这个经验，但有真大的帮助吼。The last questions for you。我想要问这个 Henry 一个问题，就是讲，连前主席洪都拉斯的目前国内的你们在国内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想象？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民众对洪都拉斯老实说，生活的状况也好，国家的国情的状况，只知道说我们吃的这个。那个 shrimp 虾子很多都是洪都拉斯来的哈，其他的状况并不明白。那么你可以大致上说明一下，洪都拉斯目前到底经济的状况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而要让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When it comes to the e-commerce part, I think that Taiwan was a very good partner with Honduras also. Now, I don't know what the government's going to do with that or how they're going to deal with that, but I believe they must have a plan because a good export, as you mentioned, was the shrimps, beans, and coffee beans in this case. I don't know how that is going to finish as the Taiwan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take a decision on that, but I cannot give you a correct answer about that because I have no knowledge about that so far. OK， 他说 Henry 之前也讲其实伊无法度预测种后手，即摆洪都拉斯的经济情形对着这个台湾断交了，咱经济是不是会继续在维持？So the last question one more 就是你会继续留在台湾吗？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台湾的太太在台湾，然后你也在台湾有工作，你会继续留在台湾 ？Yeah, I will be staying in Taiwan, and I hope that soon, soon in the future, my country can revoke this decision to recognize Taiwan, right? And to restar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K， 之前也讲伊会继续留伫台湾希望这个洪都拉斯会让改变这个决定会搁转来甲台湾交朋友我嘛希望安尼感谢谢谢 Henry， 谢谢您。No problem. Thank you. 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谢谢。头拄也讲着讲，这个 Henry 其实看得出来讲，伊是一直在讲，你无应该啦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其实甲个人来讲，迄决定真无共款啦为利益为经济所以咱回转来这个新闻内面讲的，双重承认这项代志到底有可能性无？还是讲是一个希望？但是实际上这个做法会拄到什么问题？我先请林教授先来给咱开破看卖。是有困难但是并唔是讲其他国家无这种案例咱看见这个南韩甲北韩就是讲第三个国家有同时来承认这个首尔甲平壤，这个是双重承认佮看较早这个东德甲西德这个例当然咱看到这个第三个国家。伊要来承认台北甲北京，阮也有这种案例，以这个南太平洋一个万纳度，万纳度一个国家，伊本来是甲中国有外交关系，落尾咱甲伊来建交，但是建交差不多一礼拜外，伊这个万纳度的首都
就是这个首都有2个国旗，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一个中华民国国旗，但是加一礼拜，所以对北京来讲，哦，伊就绝对无互这种双重承认啦，吼，第三个国家会当同时来甲台北、甲北京当来建交啊，吼，所以伊双重承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讲，伊这个联合国是毋是有这个双重代表权？吼，就是讲台北甲北京当伊这个联合国都有代表权，那像北韩甲南韩，还是讲这个东德甲西德共款，吼，所以这种的例就是讲，当甲台湾甲中国所拄着的代志啊，有小可会当做参考，但是因为这个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反对第三个国家这个双重承认。老师，你认为这个可行性真低哦？较低啊，但是咱并唔是讲完全都爱放弃这种这种希望啊，吼。咱会当看起来就是讲有足一个国家，因这个行政部门是信任北京，但是因的国会，不管伊的议长还是副议长，都对台湾是足好，吼啊有通过足济的法案来支持台湾，所以对台湾甲中国来讲。这原来是一种咱会当努力的方向。哦，好，就是讲政府伊挂因的国旗啊，咱甲因的这个议会啊，佫有来往，但这个毋是双重承认哦。这个毋是啊，但是有这种的望加这种对台湾有利的所在。哦，这也是一种路啦，但实际上咱嘛有咧做这种代志啊嘛。是。这我来请教着主任吼，主任，咱看到这张图表吼，是，咱也看过，这个，咱先来看这个过去的双重承认吼，双重承认啊，依照汉贼不两立，吼，1955年就开始啊，吼啊，1971年吼，迄阵是咱叫踢出来联合国，是，其实在迄阵时，有人有提议讲，无咱来改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啊，继续留伫，但是汉贼不两立无。但是迄阵时是迄阵时的时机啦，迄嘛60、70年进前啊啦。是。即马还有这种时机吗？即马时机是完全无共款啦，吼啊，但是无共款的时机创造无共款的机会啦，吼啊，拄啊林教授已经差不多一个迄个介绍吼，咱的。相中声音吼，一寡问题，佮一寡例子啦吼。啊，但是吼，我想要为我的角度、我的研究吼，去补充一点嘛吼，就是讲咱即马咧做吼，咱有的人有的学者甲定义做或者双轨外交啦，吼，就是讲为甲行政甲迄个国会分开啦吼。那国会呢较有较大的自主性嘛吼。那行政单位呢？你讲即马吼要去改变所有的一中政策吼，还是讲要讲甲中国吼就算即马的关系无介好啦吼，咱讲东欧这个国家吼啊，但是呢，你讲因的互相之间吼，迄个经济啦、贸易啦吼的关系遮尔密切吼，啊，你讲突然要断交，迄是当然是无可能啦吼，要承认你讲中华民国台湾吼，这是有较困难啊。但是即马吼讲双轨外交吼，就是讲咱即马为国会吼，你就看立陶宛吼，尤其是即马捷克的众议院的院长吼，即马就伫咧台湾吼，佮带一个真大吼，差不多捷克。有史以来上大的代表团吼，表示讲台湾甲捷克有足多的项目爱讲吼，爱去协调吼，爱去合作吼，啊，这是一个真大意义吼。啊，我咧想啦吼，我家己推测啦吼，咱的吴钊燮部长伊讲的所有的双重承认吼，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吼。我看嘛是咱即马外交单位吼，真拍拼的所在，就是讲吼，会当伫咧。双轨外交吼，会当搁较进一步吼，就是讲，咱若摕立陶宛这个例子吼，立陶宛是用台湾的名哦，伫咧维尔纽斯吼，因的首都设代表处，啊，中国当然抗议，吼，中国嘛是加制裁，但是制裁了无真大的效果吼，因为中国吼，
输出去立陶宛的吼，是立陶宛输去中国5倍，吼啊，所以捷克嘛是同款的例子，吼，因为捷克为2002年，吼，迄阵的参议院议长，吼，咱讲维特奇，吼，来台湾的时阵，吼，那迄阵中国嘛想要制裁，吼，啊，但是发觉讲，台湾的投资是中国的14倍，吼，那当然迄个计算方法有落差啦，因为富士康啦算台湾，吼，啊，富士康嘛在算中国啦，中国啊，啊对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就是讲制裁了嘛无真大的效果，吼，啊所以就是讲，啊但是中国当初立陶宛嘛讲，我不排除我甲伊断交，吼，嘛甲大使甲赶转去，啊，但是尾也嘛无断交，吼，因为断交了的效应有可能立陶宛甲台湾建交，吼，啊，所以中国嘛无建交，所以中国其实嘛有弹性，吼，伊毋是无弹性，吼，伊毋是无弹，所以主任认为中国有有弹性，有阿所比的空间，当然有。好啊，所以其实外交无细项代志啦，吼，外交拢大代志。所以中国伫个当然啦，伊伫个国际上有伊的实力，吼，有伊制裁的方式，吼。啊，但是讲捷克甲立陶宛的例子，吼，就互咱去望着吼，拄啊谢教授讲，吼，有望上水，吼，希望上水，吼。我想吴部长吼，虽然这步可能有较远，但是吼，伊可能话去暗算着讲吼，将来国际的环境若阁有较大的变化，吼，嘛无排除讲，嘛有相中定因的即款的空间伫吼，啊，就是讲，啊，我想一切拢是牵涉到所谓一中原则，吼，啊，一中原则，中国真努力咧捍卫伊的一中原则，吼，一中原则，吼，啊，但是咱即马包括美国在内，吼，咱即马。差不多看起来，国际上有一个民主的联盟，吼，目前差不多52个国家啦，啊，对中国，吼，对中国伫做围堵，吼，啊，伫挑战，吼，真侪咧挑战一中的原则，吼，啊，咱就是讲有迄个期待啦，吼，当然是也真遥远，吼，啊，但是咧，总有一个努力的空间，吼，啊，比起迄阵啊，为较早主持人拄啊讲到，吼，为金钱外交开始，吼，咱为着邦交国，吼，啊，安尼，开足侪钱，吼，啊，所以迄是迄个时代，当然我想已经过去啊，吼，啊，新的国际迄个咱讲国际的特殊，吼，还是讲国际的体系，吼，我想有新的做法，吼。啊，这规个其实是主持人拄啊开场白就讲到，吼，其实足侪代志，吼，拢是爱牵连做伙，吼，拢毋是单一的事件，以上。是。安尼我落伊就跟贾老师讲啊，就8字，吼，有望上水，希望上水啊，你甲我破冷水看卖。咱来讲吼，这到底是偌遥远，啊，敢有可能性，还是伫咧评估讲这个范围当中？上主要是美国人无可能做这项代志，还是有啥物其他的媒介？我先用4字来讲啦，吴部长这个梦想吼，困难重重啦。哦，第一点啦，即马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已经起来啦。哦，你甲想看卖啊，这俄罗斯甲乌克兰拍甲安尼，哦，因遮欧洲的国家，搁要派代表团，尤其法国总统啊，搁要去北京，讲一定爱去。因袂当无大陆这个市场啊！德国的首相啊，总理已经先去过啊，即摆大家拢要去啊！伫即款的情形下，大家拢出一支嘴啊！我支持台湾，我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就民主自由会用做绑架吗？这第一点。第二点，日本啊，伊在台协会啊，讲我日本永远甲台湾吼徛做伙，真好，请日本马上甲台湾建交。哦，这确是实在工课嘛。啊，这道蔡英文总统要去美国，要去见因的院长麦卡锡，真简单，你对那边讲，麻烦台湾甲美国建交。安尼毋则真正有这个气魄啊，对不对？直接超过吴部长的梦想啊，咱来建交。啊，你看美国甲日本看因敢无？绝对唔敢的嘛。所以大家拢要食台湾的豆腐嘛。我表面上我对你足好啊，我拢支持你啊。咱借问一下，伫世界卫生大会，欧洲这个国家，美国、日本，大家讲我替你来开会，因敢有提案？无，大家拢空嘴薄纸啊，讲到真水，有实际行动无？无，是安怎？因拢惊得罪北京，无迄个市场，
人只要甲因惩罚一个尔，因一寡企业就要倒啊。所以讲，这国际就是这样很细啦。所以吴部长讲的这，咁蒋介石时阵就做过啊。我举一个例，互主持人、甲来宾、甲观众听。当初法国要承认北京的时阵，要甲台北断，好，咱就结皮，人大使馆全部拢留的，当做无这项代志。到尾咧，法国政府发现，安尼唔对哦，就开始派警察甲咱大使馆围起来，人会当出去，袂当入来。啊，你内底，你通拄偌久？你无粮食，无水，时间到，人拢退了，就自然甲你的大使馆关开。啊，咱伫咧南美洲，嘛试过啊，拢共款的结果啊，人会当出去，袂当入来啊，就是拢安尼啊。啊，人北京就讲过啊，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所以这个洪都拉斯这个大问题，佫有一项，我相信吼，真少人去注意到，伊的建交的公报。较早拢是讲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毋过即摆佫加一个淡书，这淡书是啥？停止甲台湾所有官方的关系。这代表啥？你今仔日要宣布成立一个代表处，还是宣布了办事处了？借问一下，你是毋是爱官方来接触？一定爱，无你无迄个授权。伊即摆讲，我甲你官方的关系全部断去，啊，你后壁咱老店要来交面。啊，遐物农耕队、医疗队，遐人要走，你老店遐资产，要安怎处理？人即摆是赶尽杀绝，绝对要甲你这根吼除掉。大家拢无注意到，讲假设安尼要安怎？那有要安怎呢？你回倒来92共识嘛，倒来行马英九的路线嘛。当初马英九收22个啊，拢啥收会掉？啊，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哦。迄毋是一国两制。哦，歹势，迄是民进党为着宣传，哦，较讲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哦，就简单。你要今仔日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就是你抹油漆啦，家己抹喺甲壁边啦，多无路通行，所以今摆要转袂转啊，因今摆大家就知影。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92共识的内容是安怎规矩？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叫做马英九的路线。对啊，就是一中各个啊，一中各表啊。对啊，一中各表，但是即马习近平伊都无同意啊。咱这道就国民党立场就是一直安尼啊。哦，所以咱下一趴咱来问讲，即马英九即马去到上海，是毋是会来讲这？意思是安尼。看有通去沟通，伊要到遐，伊要讲啥，迄是伊的自由啊。无啊，你就甲建议讲，咱就要行伊的路线安尼，即个意思。对啊，因为较早就是两岸有即个政治的基础，所以咱邦交国一个都无拢伫个啊，拄啊迄干比啊，家己要甲咱断交的啊，所以拢留伫个啊，毋是吗？啊，所以即个就是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即个因素。主要是两岸关系你无好，咱外交毋才一直排嘛。啊，讲一句较实在的啦，吼，今仔日洪都拉斯，伊迄落啊，伊甲中国大陆的条件是安那？3个水坝，一条铁路，咱有工程队啊，咱无啊。无啦，伊要开咱，伊要甲讨60亿呢。 60亿咱毋知影这真诶也假诶啊，大家拢咧画价啊，所以咱看伊以后。 安怎做啊？不，伊要甲咱讨几亿，20亿，啊，伊要甲因讨60亿，啊，咱开袂起啊。这今仔联合报有写有一个消息要6天啊，6天，系啊，有一个电报啊，讲13号到19号中，互你考虑。毋是啊，啊，这电报毋知走去倒去啊。哦，系啊，啊，所以你的意思也是爱登去到马英九的这个路。毋是啊，毋是讲你。 一定要登去马英九的路线。你想要你处理好两岸的关系，你提出啊，北京会当接受的讲法嘛？这北京要接受，哎，就是一个中国硬평평啊，这要安怎讲？啊，无你去找代替的嘛？啊，人接受就好啊。我无一定讲爱92共识啊。无一定爱92共识。啊，你只要会当提出一项北京人接受的就好啊。是，林老师。我是认为讲吼。 这个台湾的
邦交啊，吼，你减一个，唔惊是民进党的损失，唔惊是台湾的损失，乃是国民党的损失。咱想起，按怎讲几党以后，国民党佮变成一个执政党，我相信啦，吼，邦交无可能会增加，吼。虽然阮也有接受这个9·2共识，啊，是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啊，吼。咱这个是看到2008年到2016年，吼，拄啊，以这8党内底，台湾无一个增加一个新的外国的国家，做咱的邦交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就是讲，不管怎么款的政党，一个国家甲咱断交，这当是咱本身的损失，吼。咱会当考虑就是讲，台湾爱用什么款的方式，啊，对无共款的国家，咱爱用外观的代价，吼，不管是政治的代价，还是经济的代价，无论安怎都爱把握条，吼。所以咱即摆看去13个国家，这13个国家有差不多有7、8个都是小的岛啊，吼，就是讲小的岛就是讲咱以这南太平洋甲加勒比海。所以对台湾来讲，就是讲，你一定要将这邦交的数目来当做一个重要的代志来处理。所以我就反对讲，吼，不管是咱邦交，这些邦交对咱都无重要。我感觉这个唔是讲一个。嘛，袂使拢邦交变做零。确实有影是安尼，嘿，咱会当有足济的方向啊，吼。头一就讲这个第3个国家来承认台北。甲北京，咱头就有讲到这双重承认嘛，吼。虽然讲双重承认有伊的困难啦，吼，但是咱上少会当做到1.5啊，1.5啊，吼。1.5，就是讲你行政部门你是承认这个北京，但是行政部门甲台湾原来是维持吼官方的关系啊，吼。虽然讲无邦交，吼，就是讲咱看到这个美国安那来甲台湾来交往，吼，会知安尼讲就是讲，伊差不多是1.5承认啦，吼，就是讲咱这个2月21，咱的外交部长吴部长加这个国安会秘书长顾秘书长，引起这个美国这个 AIT 以华盛顿的总部伊遐开会，开会的对象全部拢是美国政府内阁的官员，吼，就是讲虽然讲有官方的关系啊。但是名义顶悬啦，无一个邦交啊，较阴压的这个。对，所以我就讲，咱爱重视这个实质啦。虽然讲名义，但是头仔听谢老师讲起来，讲伊即马甲伊建构的这个公布顶头写断绝一切官方的关系，这有符合林老师你头仔讲的这个定义无？当然讲，这个国家有足多种啊，吼，洪都拉这是其中的一种啊，吼，有足多国家。并唔是讲完全100%来接受北京一个中国的原则。有足个国家来讲，伊这个原则就是讲北京一定要用这个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伊甲台湾。有诶是安尼写。对，佮有足个国家来讲，伊根本就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要讲美国就是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伊甲。认知啊，知影，我知影。认知北京的立场，北京的立场会主张就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有足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当是有这种的方式来处理啊。所以，按讲有这种方式来处理，就是讲咱会当来争取啊。虽然讲无这种名义的传统承认，但是上少上少，唔是甲完全甲台湾都无这个关系的这种的安排。主任，他早是，这林老师讲了2个议题，伊讲伊也无赞成讲咱的邦交国上后要变做0，吼，这绝对无可能。你甲咱推测一个讲来算一个讲，如果若有一天真正变做0，这咱台湾这是啥物情形？是护照拢摕袂出去，像顶摆贾老师讲，你护照都无得用啊，敢是安尼？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讲，
那真正有一寡国家，伊是在公布顶头有写甲较有春秋的，敢有这种可能性？这个问题有较复杂啦，哈啊，但是有复杂我未请教你啦。其实国际关系也是讲外交吼，毋是铁板一块啦，吼。啊，当然啦，吼，其实嘛有一个讲法啦，吼，讲中共吼，伊恐惊嘛无希望台湾的外交，台湾的邦交国变做零啦，吼，因为台湾即摆也是用中华民国咧做外交，吼，不管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咱即摆正式的国名也是中华民国。好，你甲台湾的邦交国拢取消了，台湾无邦交国，迄阵仔的思考就无共啊，吼，迄阵仔的思考就无共啊，就是变做讲你是逼台湾走向独立，这外交通常有双面的影响，就算讲我讲中国。中国当然真气愤，捷克的众议长来，但是中国若处罚了、制裁了，伤超过，就算讲你断交外交关系，还是降价，伊毋是鼓励捷克对台湾更加密切。这个，所以这方面我想因拢有咧，就像我拄仔讲的，中国的外交毋是铁板一块，算伊对台湾嘛毋是铁板一块，所以伊拢。就是讲，咱来为几个赞处来看，为国际的赞处，甚至为中国，国内，因为伊毕竟毋是一个民主国家，要对伊的了解，我看，谢老师应该比我较清楚啦，啊，因的内底的权利，的变化，啊个规个区域，啊个。包括台湾，那我想台湾即马两党嘛，啊两党提出无共款的迄个想法，啊甲对中国的政策，啊互老百姓去做判断，这是民主国家上基本的原则，啊所以讲你讲邦交国，我完全同意林教授拄仔讲的，袂使变零。咱当然尽量卖互变零啦，咱会尽力去维持，啊但是洪都拉斯这个代志，洪都拉斯这个总统像拄仔咱讲咱的hen瑞周先生伊讲的其实我嘛几个学生啊啦为洪都拉斯来啦阮嘛定有咧讨论啦啊因当然真伤心啦因认为讲这是甲hen瑞拄仔讲的同款是总统个人的行为啦啊其实为大环境来讲经过疫情的迄个肆虐的影响其实足侪国家的经济拢无介好啦啊，你像讲，其实拄仔谢教授嘛讲着，真侪欧洲国家爱排队去中国，敢若去朝圣，我看嘛无一定啦，我其实，我是无看啊遮严重啦，啊，欧洲的国家呢，因为伊民主国家嘛，伊有一寡民意，啊，民意的一寡调查，确实是较支持台湾，啊，所以伊嘛爱对台湾讲一寡好话，啊，但是呢，行政部门呢，你像讲，德国，你像讲法国。啊，甚至英国，另外英国最近的言论，遮尔对较激烈，啊，但是呢，我看因为一直以来，尤其2000年以来，啊，双方的迄个经济贸易，遮尔密切，伊讲讲要斩断嘛，无可能，尤其我讲疫情了，欧洲遮国家，啊个尤其俄乌战争，啊，这国家的经济要提升，因为这是执政党的责任嘛，这是政府的责任嘛，那伊当然袂使去凊彩去影响到讲因这德国甲中国的关系，法国甲中国的关系，因为尤其你看咱尤其知影德国伊的汽车工业特别挖克中国的市场嘛，这方面我想国际关系伊是足复杂的，啊有的是足爱。考虑较足油的部分啦，啊，这是真要安怎讲啊？这是足侪层面的，啊，我看嘛是足侪看法的啦，啊，看法无共啦，啊，社会科学就是安尼，啊，大家无共款的意见，啊，大家讨论，啊，大家有一个比较。所以老师，我甲你整理一下，你的意思是讲中国嘛是有春秋，袂甲你台湾安尼完全赶尽杀绝，甲你逼去甲你的迄个墙围啊边安尼讲，互你按。一个国家都无个邦交，你认为？因为有一个讲法就是讲，你安尼等于逼台湾独立嘛。哦，好，你等于逼台湾。贾老师，你认为？独立人就拍乖啊，有一定需拍的啊。
这是讲伊要拍台湾的条件之一啦。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就伊会变做零袂？因若变做零，等到伊统伊大价上价是安怎？啊，这毋是符合伊较早的讲法吗？你台湾本来就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啊，你护照全世界已经无人承认啊。你毋是一个国家，你是我一省。啊，你搁宣布独立，我随家你无。无啦，这还佫真济步骤啦吼。无，就两步尔。第一步，你已经无人承认，你已经毋是一个国家。无，咱无人承认吼，这是头一个。咱无人承认了后，是毋是会宣布独立？这还佫另外一步啦。我意思是讲，伊敢会民进党朋友毋是讲嘛，咱一个国家拢无了，无得靠国民党已经执政啊。伊就讲啊，民进党朋友讲啊，台湾一个国家一个邦交拢无对，台湾自然就独立吧。无啦，贾老师，那无一定民进党会执政啊。他说这林老师也讲啊，若是国民党会执政了后，这邦交国无一定会转来呢。毋是安尼讲啊，对毋对？啊，林老师讲马英九迄8年。邦交国拢无增加，咱借问者，蔡政府这7年7档，敢有增加半个？恁只有无，一直无呀，你嘛无增加半个呀。因为是安怎？你根本就无迄个实力。你含顾你即马眼前的这几个，你就顾袂去呀。你当时你要安怎顾有实力？咱讲一句较实在，2000年的时阵，嘿，哦，咱的全部的经济力量啦，哦，是中国大陆的5成到6成啦。2000年啊，所以咱也会当拼，也会当互相抢啦。你抢一个，我抢一个，倒来啦。咱即摆剩偌济，剩人无够人5%啦。你是有啥物力量去甲人拼，去甲人抢邦交？你要维持的就已经足困难了，这是足现实的问题啊！大家啥无希望讲邦交增加，你有才调啊？无啦，贾老师，咱是转来谈到即个延续主义的问题，就是讲中国是。会真正无希望讲你变做零吗？你变做零，迄是有可能的啊。伊会调工甲咱变做零，这毋是调工无调工的问题啊。哦，伊会看时机啊。好时机哦。毋是好时机，因为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啊，洪都拉斯这件代志是，伊倒踮遐人甲动过来的，伊也无去讲啊，你要来。这事实系伫眼前。哦，大家拢看得到，是洪都拉斯甲咱断交，伊外交部先发一份声明出来，哦，啊，即道蔡英文总统要去中南美洲，也无安排嘛，知影讲即个所在可能保袂掉，要讨钱啦，要讨钱啊，要保袂掉，较无安排嘛，对毋对？啊，即摆问题是讲，中国大陆即摆也无动啊，啊是。偌济国家是主动甲咱断，然后我也是足想要知影讲，头头主任所讲讲，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敢会是伊的 KPI 啦？伊的 KPI 是互你中华民国完全失去朋友在世界是孤儿，是 zero， 伊敢会安尼做？即摆是顶悬有顶头的政策啦，啊，因的外交人员有足希望安尼啦，是安怎？啊，我有功劳，我有业绩，我会当升官啊。假使你认为讲习近平佢并无安尼想，毋是，人会看你两岸的关系安怎嘛？哦，你会感觉讲爱看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关系若好，还是讲较激烈？毋是，你两岸关系若好，大家免来拆破面嘛。啊，即摆就是两岸关系无好嘛。啊，无好的原因，我相信在座的来宾大家都知啦，全台湾大家都知啦。原因出伫上个真相嘛？这我看每一个人答案都无共款哦。林老师，你认为这两岸关系歹是出在啥个真相啊？我是认为讲，咱讲台北讲、北京讲，可能都有无共款的讲法嘛，立场啦吼。咱看美国安怎讲就好啦吼，看这个拜登政府安怎讲啊吼。咱看去伊每一届这个国务院。因的外交部啊，吼，美国外交部国务院，吼，伊本地讲的都是讲，最近这几档持续，北京持续来拍破这个台海的现状，所以安尼咱就有够清楚的讲，吼，是因为这个北京伊来拍破，
吼，比如讲以咱台湾的四周围来军事的演习，吼，所以伊全部的焦点都是来批评这个北京。我捌以这个淡水边第一任，吼，我是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吼，来服务过。即阵，甲我看到过去这几档是完全无共款。安怎讲？伊这差不多2003、2004，也是讲台湾是受到美国甲中国双重的压力，双重的指责。但是即马过去这几档，就是讲，台湾所做的代志，并无共款的待遇啊，并唔是讲有足个国家来批评台湾，唔仅无来批评台湾，而且来协助、来支持台湾所做的一寡拍拼，所以我头先讲就是讲，你这个做外交人员啦，我是认为讲，邦交国这13国、12国，共款咱的护照100%出去都无啥物问题，咱看起来讲过去30个国家是安尼，咱的护照阁无真好用啊，落尾哪来哪少，但是咱去这个无邦交的国家，咱的护照共款有那受到来信任，所以来讲，咱爱有这种客观的认识啦，虽然讲咱的环境无法度有这个双重承认，但是咱会当来争取到这种的地步，就是讲其他的国家知影讲台湾甲中国是无共款的。老师，我甲你整理者，你睇下讲2003、2004这2档的时阵，其实国际上对着咱台湾有指责，讲你就是 trouble maker， 你是麻烦制造者，你同时间会受到中国甲美国的压力，迄阵时，但是10几年了后过去，咱即摆情势完全无共款，袂解一概议论。是这个意思。而且政府的态度那就无共款。政府的态度嘛无共款。是。咱无要甲刺激去甲骂去甲安怎去甲创啥物？是安尼。是。主任有同意？我莫讲补充啦吼，因为林教授一直我足尊敬吼，我实在无能力补充啥啦吼，但是吼，我狗尾续貂啦吼，其实为规个国际关系来讲，吼，林教授拄啊讲的是完全正确的，吼，因为拄啊讲内部政府的改变，吼，你看中国啊，其实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吼，虽然啦，我并无承认有改革啦，吼，但是有开放，吼，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吼，啊，伫个江泽民，吼，甲胡锦涛的时代，吼。中国的社会是相对是开放的，吼。那迄阵嘛是两岸关系较好的时阵，吼。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林教授都是咱国家安全会议的迄个成员嘛，吼。那习近平伊的第一任当然是反腐啦，吼。啊，当然有人讲伊是集权啦，吼，集权的一个过程，吼。啊，即马其实中国莫讲伊的对外交啦，吼。伊个内部的控制，吼，恐惊嘛比以前吼加足严格，吼。啊，尤其伊对民主的排斥，吼，伊对公民权，吼，伊对遮个言论，吼，的自由的限制，吼，对人民的迄个控制，吼，我想拢超过以前，吼。那这是一个部分，吼。啊，对于国际社会，吼，我咧共款，吼，甲林教授共款用美国的讲法，吼，啊，就是讲，吼。中国呢，吼，即马对民主社会较大，对即个咱世界的特殊较大的迄个冲击，吼，就是讲，伊要用伊的价值观，吼，伊要破坏艺术世界大战了，以规则，吼，为原则的世界特殊，吼，啊，伊要挑战，吼，就是讲，伫展现伫习近平，吼，伊强调的所谓东升西降啦，吼，伊认为中国强起来啊，吼，啊，认为吼，伊要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吼，大概命运的共同体，吼，啊，就是讲，伊认为，吼，伊即款的专制的政权是上好的，吼，有效率的，吼，啊，伊尤其伫个俄乌战争，吼，即款一般，吼，咱民主社会甲定义做一个侵略啊，即款战争内底，哦，伊去上无伊无谴责，吼，俄罗斯发动战争，
吼，为遮个面向来讲吼，我就讲，即卖的国际体系有一点仔吼，慢慢行向一个是民主体系，甲所谓专制集权吼，即个敢若新冷战的迄个吼，开始的感觉，敢若有迄个感觉吼，二元社会吼，二元的国际体系吼，敢若搁要有一点仔成型的味道啦吼，尤其是俄罗斯加乌克兰的战争吼，这部分吼，那所以呢，即马对摆咧台湾面前的，就是讲咱即马要安怎讲？当然啦吼，咱希望就是讲国民党的政策吼，咱当然嘛真支持吼，是亲日吼、友日吼、和中吼，这部分这当然真好吼，啊，咱嘛期待讲马英九前总统吼会当伫个甲中国接触的过程内底吼，那除了制作以外吼，会当讲有一寡合作的突破啦吼，啊，但是吼伫我来看吼，因为只要中国对咱所谓伊的一中原则吼，伊的红线抑个是画甲遮严吼，啊，伊要安怎讲？就是讲伊即对一中原则的迄个坚持吼，啊，唔肯互台湾迄个国际空间吼，我看真困难啦吼，真困难，是真困难。所以你认为亲美友日甲和中还佫较真困难？哦，亲美友日和中其实。咱的不管其实即马台湾政府一直拢咧做，不管民进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其实拢做同款的代志，吼，拢希望民进党嘛想要和中，吼，伊就不爱跟咱和啊，对，伊就不爱和啊，啊，但是即马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社会爱去面对的，就是讲，好，你民进党伊甲定义做台独啦，吼，啊，问题是你一中一台是台独，吼，两个中国华独嘛是台独。好，台独是伊定义的，毋是你定义的。好，所以即马我想无毋对，我同意邵教授讲的，吼，爱找一个突破。好，但是即个突破呢，我想较重要的是讲，台湾内部若有法度先建立共识，好，啊，像即届对洪都拉斯，吼，对洪都拉斯的代志，吼，其实洪都拉斯。伊即个总统吼，虽然咱讲伊包括 Henry 吼，周先生拄仔咧讲，伊是自行其事吼，无论伊安怎吼，但是伊真了解金钱外交哦，吼，真知美感。你讲伊迄个讲包括咱吴部长即马放出来的消息吼，咱听到就是讲哦，伊迄个啥伊的公文啦吼，伊要甲台湾讨吼，包括去病院吼，啊个去迄个水坝吼，啊个咱的减免伊的外债吼，伊的债务吼，啊这部分呢，哦，伊提出这个数字呢吼，啊个调工买互台湾有反应的空间吼，啊咱个回想起来吼，其实这个总统伊选到，伊咧竞选的时阵，伊就讲要甲中国建交啊。好，伊近年来当然美国有咧阻止啦，吼，因为咱进前差不多1年前，伊就有宣布讲想要安尼做，啊，但是叫用动落来，吼，啊，即摆个安尼吼，伊两边划价，吼，不管啦，吼，咱因为咱毋知影，对岸吼，确实互伊偌济钱，但是呢，伊安尼两边划价，吼，伊真了解当初吼，咱两方咧争取邦交国迄款美感，吼，伊会使加。丢一寡迄个帮助，对，这部分吼，啊，伊表示伊真内行，啊，只是讲伊可能唔知影讲台湾吼，因为台湾的国际合作吼，对外国的资源已经是制度化吼，伊还个经过国会吼，还有计划导向吼，伊是咱讲或者 plan based 吼，计划去引导吼，袂使讲直接互你钱。吼，安尼敢若贿赂吼，这部分吼，伊可能啊，其实因应该嘛知影吼，我想因对咱了解，伊嘛知影吼，要丢这条可能有困难，无遐简单啦。啊，但是呢，摕这来甲对岸吼，这当然是猜测啦吼，但是讲，这嘛是一个咱会使未来得到启发的一个例子啦吼，后摆咱外交要安怎去铺陈，吼，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经验。来。贾老师，你甲咱一个启示吼，亲美友日和中，这三个，头仔主因讲起来是讲，民进党也想要亲美友日和中，吼，啊，但是这到有通啊，两党拢有共识，民进党啊、国民党拢有这个共识，因为我看马前总统即摆去，唔知伊要讲啥物，
啊嘛是讲亲美友日和中吗？这个问题其实吼是啥好回答啦。马英九呢，伊是一个，伊毋是现任的总统嘛，啊，是啊，大家对伊要求遮尔悬呢？无啦，我无甲要求啦，我是讲。毋是啊，你也看媒体嘛，各党、民进党吼，什么立法委员吼，对行政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一个无？哦，啊，大家拢对要求讲，你去台，你一定爱讲啥，你爱做啥，人去制作，叫伊带尊严甲民主过去。你有听过制作爱尊严甲民主的吗？啥物话唔通阿白讲？其实马英九即摆咧做的工作是你民进党应该做的啊，是你民进党应该感谢马英九啊，啊无选民进党要创啥话，啊国民党继续做就好啊，对不对？今仔叫你来做，你甲代志母甲乱糟糟、怪东怪西，你两句台湾话送伊啦，哦，叫做啥？袂向西船，你向溪；袂西你牵拖厝边啦。